簡介：你好，你是否經常為未來感到焦慮，或為過去感到困頓？我們周圍的世界是混亂的，但我們可以在內心找到平靜。斯多葛主義不僅是一種古老的哲學，更是一種生活方式，它能幫助你在命運面前變得更加強大。今天，我將談談可以改變你的心態，幫助你變得更加堅韌的7項原則。準備好了嗎？那就讓我們開始吧。生命轉瞬即逝，我們在追逐成功，追逐別人的期望，追逐對無法控制的事情的控制。但我們真的在生活嗎？還是我們只是在無休止地奔跑？斯多葛派認為，通往和平的道路不是與世界對抗，而是改變自己對世界的態度。今天，我將談談幫助我改變生活的7項原則。1、冥想，一切都是暫時的。圖片：秋天的落葉飄落在地上，海浪滾到岸上又消失了。我們周圍的一切都是暫時的，我們自己也是暫時的。這不是恐懼的理由，而是獲得自由的關鍵。如果你知道今天是你生命的最後一天，你會如何度過？你會把精力花在怨恨、恐懼、對未來的擔憂上嗎？意識到一切都有盡頭，才能幫助我們真正珍惜當下。馬庫斯·奧勒留寫道：你隨時可能死去，讓這一點決定你的言行。2、寫下你的想法。我們的思想是混亂的，我們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想法，而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必要的。我開始寫日記不是為了記錄重要事件，而是為了解放我的頭腦。當你寫下你的恐懼、疑慮和夢想時，他們就會變得清晰。你不再是他們的人質。從現在起，你是一個觀察者，而不是受害者。3、關注日常意圖，而非嚴格目標。圖片：一個人打開筆記本電腦，寫下待辦事項清單，突出最重要的事情。大多數人都會給自己設定大目標，我想賺100萬，我想快樂。但他們忘了，大目標只是小行動的結果。當我們只考慮最終結果時，要麼會失望，要麼會推遲行動。斯多葛學派知道，重要的不是結果，而是過程。與其說我想成功，不如問問自己，今天我能做些什麼來變得更好一點？這就是意圖的真正力量。4、擁抱不適。我們生活在一個舒適成為神的世界，我們迴避痛苦、不便和壓力，但正是不適感讓我們變得更強大。你能洗冷水澡而不是熱水澡嗎？當你可以乘坐公交車時，你能多走一站路嗎？這些都是小事，但卻能塑造人格。正如室內家所說，不要迴避困難，困難教會你忍耐。5、通過冥想培養意識。我們無法控制世界，但我們可以控制自己的反應。冥想與蓮花座或咒語無關，它是要從混亂中抽身出來1分鐘，從外部審視自己的想法。當你意識到你不是你的情緒、恐懼和憤怒時，你就獲得了真正的自由。6、回歸委曲求全的本質。委曲求全不是情緒冷漠，它是暴風雨中的平靜。它是關於控制我們能控制的，接受我們不能控制的。馬庫斯·奧勒留、伊壁鳩魯、塞內加，他們都教導我們同樣的道理，在內心而非外部環境中尋找自由。7、愛你的命運 Amor Fati。愛自己的命運，就是接受生活的本來面目。即使它很殘酷，即使它不符合你的期望，不僅僅是忍受，而是去愛。弗里德里希·尼采說過，愛是真正偉大的公式，因為當你毫無畏懼地接受一切時，你就會變得不可動搖。結束語：生活不會總是一帆風順，
但平靜並不是沒有風暴，而是能夠在風暴中屹立不倒。從小事做起，寫下你的想法，觀察，接受，你會發現你的世界會發生怎樣的變化。